來看台南哦，最近有店家因為無殺白魚通賣，嘛已經休困5天了，魚都即馬嘛起價。漁會是表示講，因為最近哦，事件魚電強升，飼殺白魚的數量有減少，佮加上天災佮欠水哦，所以殺白魚才會起價。也毋過漁會嘛講，7月供貨應該會當較正常咯。落雨天來食一碗燒火的魚肚湯，台南人上愛食這味。不過，安南區真有名的點心搭林家百色飯，歷前煞因為買無殺白魚，就安尼歸去休困5天。消息一出來，有濟民眾認為這是台南的國安危機。店家找到總算恢復營業，嘛有人排隊等要買，會當看出殺白魚佇台南人心中的地位。事實上，魚販啊無奈講，整體的供貨量減3成。聽因講是魚仔起價，佮加上魚仔少，所以因無法度抬嘛。因為魚仔少，自然就變價錢較懸。因若無愛起到，咱才會價錢話，因干那就是人休110碼無抬。所以我變成我無魚仔會當賣。再繼續漲的話，我們也只好要調整一下，因為真的是撐不住啊。到底為什麼會欠魚仔？台南市區漁會指出，除了季節性的欠貨以外，養殖環境改變嘛是關鍵。這幾冬受到魚電強升的影響，魚塭啊放養的密度減真濟。維穩組改去飼南洋台啊，去年風颱造成災損復原慢，佮加上今年到冬欠水，魚災大袂起來。因為這打擊產地績效對去年達台斤50塊，起價75至78塊。源頭貨源短缺，然後再加上那個七股那邊大面積的種植光電，所以很多養殖的數量變成減少很多。台灣鯛你放養比較多，虱目魚就變成有的池子就放的比較少，所以今年就是造成虱目魚就會比較短缺，又加上今年雨水比較短缺，所以在這一段時間會造成空窗期。這個魚仔危機是養殖結構調整、極端氣候和養殖面積縮減才安尼生。有業者講，這陣真殺白魚肚一片賣到100幾塊已經真正常，那貨是較好的，甚至愛90塊以上。漁會講近來落雨，加上過冬和開春的殺白魚，通豆豆變大隻，按算7月供應量通回穩，市場價格就會當平穩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